去年受疫情影响，多数政府活动拢被迫暂停，所以民众看待政府施政成绩的重要指标，拢集中伫硬体建设甲前瞻规划。而根据昆山科技大学量化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，市府团队的施政满意度有70.4%，因为特市长个人的施政表现毛75%的满意度。其中备受外界关心的连任支持度竟达到70%，对此黄市长嘛做出回应。这个民调我们参考用了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们已经市政府团队已经做了3年多一点了那这个时候坦白讲，我们对市府团队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。当然，市民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改进的空间，那我们也会努力做。至于民调的满意度或者是连任的支持度，这些我们都作为我们团队的参考，有过则改，无则加勉。研究团队嘛发现，大兴安地区的居民对着市府团队甲市长个人的满意度分别是7%到8%，拢比整体市民的满意度较悬，显示市府团队用心突破溪南、溪北发展受到肯定。台湾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